就近耶和华跪拜至悬的上帝，着用什么啊？着用烧祭，也是满年的羊啊来供我伊。耶和华欢喜千只的公羊，也是万条溪的油吗？我着为家己的罪过献我的大囝吗？为着我心内的罪恶，献我本身所生的吗？人啊，伊捌指示你什么是好？耶和华爱你什么？独爱你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你的上帝三角行。即时，咱要三角来吟诗，咱要来吟圣诗279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们来交托启应文，今仔日启应文要交托伫个47篇，圣诗后壁面1083页。正海岛啊，着听我的话。住伫远的人啊，着注意听。我伫胎里，上主就警告我。我伫老母的腹肚，伊就叫我的名。伊予我的喙亲像内刀，甲我藏伫伊手的低音下，佮予我真做无尖的钱。甲我藏伫伊的糋地。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要因为你得到荣光。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我真爱做，无采工嘛无利益。也顾我靠上主替我伸冤。
我的上帝为照我的所做，甲我报赏。这声我伫胎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互以色列伫伊遐聚集。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我的上帝诚做我的亏力。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带以色列剩落来的子民倒转来。这声，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互我的拯救传到天边海角。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爸，你听世间的万国万民，你嘛将平安、将稳定赏赐予阮，诚做你的宝贝。伫你的祝福当中，阮得到丰盛。求你嘛怜悯遐袂捌听见福音的灵魂，兴起你的呼召，将福音传予颂扬受压制的人，互因得到透放。今仔日是万国宣告主日，主啊，愿阮会当透过蔡牧师的讲道，回应你的呼召。奉献阮的时间，奉献阮的金钱甲行动来支持，互万国拢会当来敬拜你。阮同心来到主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报告，请咱掀开周报。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万国宣告主日，欢迎蔡宗勋牧师前来咱本会请安甲讲道，敬请兄弟来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点，本主日本会逐项逐场的礼拜，咱要举行2月份的庆生会，那咱要祝福大位受亲日增月盛，福杯满溢。本会特别用这个全年礼券甲祝福的卡片来表达咱的祝福。第三点，本主日下晡3点半，伫咧咱1楼的副堂要召开2月份的中职会，敬请咱全体中职来出席。那东港甲机构所长来列席。第四点，小会公告，咱小会公告有5个小点第一点就是咱本会定日下主日。这个透早9点要来举行2026年的定期好会。你若是无法度出席的请咱你的小组长也是使用咱这个周报内底 QR code 来请假。那当天伫副堂，咱嘛要进行转播。你若是讲主堂坐袂落的会当来副堂。那后礼拜儿母的礼拜咱改伫咧地下室的即个小会堂。那第二小点就是咱2026年的定期好会。你若是在职的，也是无在职的会员咱办公室拢有公布即个名单伫咧广告栏。那敬请咱兄弟姊妹有时间去看一下。假使若是有遗漏的，也是有错误的，咱较甲办公室告知一下。第三小点就是本会咱要定伫咧下主日下晡5点要举行即个侍奉者勉励餐会。咱的地点是伫灵皇宫。你若是有登记要坐车的，才会长辈爱记即下晡4点20，咱要伫教会来集合咱要来出发。那第4点就是咱欢迎甲接纳离教会姊妹成灵会集伫咧高雄中会园中教会来转入来咱本会，愿主施恩赐福。那第5小点就是同意咱即个本会信徒田韶瑜牧师甲即个石巧欣姐妹、李月英姐妹、卓国正弟兄、邱永贞姐妹、邱启泽弟兄、柯丹娟姐妹、马静瑜姐妹、陈怡欣传道、尤伟玲弟兄、刘怡平姐妹、蔡家学弟兄、龙真文姐妹、严成恒姐妹成人会集要转出来到这个高雄中会清风教会。那比
就是咱本会信徒经济音乐姐妹的成人会及要为寿山中会要来转出去寿山中会中泰教会。那咱第二点具体的消息是合作社伊伫2月12进前会当来领取即个股息。你若是过期无领的，咱就要转入去本金内底哦。第二小点就是领即个纪念品的社员，你爱去即早着你的村管部甲你的囡仔，伫个3月初1进前来甲合作社领取。那咱即个助学贷款新的就是为今仔日开始到大学期学会即个贷款的额度额度来额满，咱就停止受理申请你若是读公立私立的学校有即个有意愿要贷款的，请咱甲合作社来洽询办理。那第2点就是下主日，咱2月初8甲即个2月15，要伫教会1楼的广场，甲咱的有请敬拜中心有要贩卖即个福音春联。敬请有需要的兄弟，咱会当来购买。那教界的消息，咱请陈牧师。高雄中华教育部的读经运动到即个主日就要截止报名。若有要参与的，赶紧伫办公室配分干事报名。过年前就会当领即个稿纸通抄写。第二，35届阿西亚奉爱盛会。是今年的8月初2甲初9，主题绝对感谢甲复兴。费用是28,000块，佮加基督山的费用300块美金。若要参加伫3月初前，办公室报名。先刷交护照的影本，佮爱交专业的费用。今日有。迄个圣良伫台南新人医的同学林泽柱弟兄甲伊斗阵来参加咱礼拜咱欢迎伊咱拍拍欢迎，感谢主。好，感谢。今日是2月头一天，佫是头一个主日咱有迄个寿星的庆生，请2月份的寿星会当对你的座位起来。咱要甲你祝福2月份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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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咱来为因祈祷祝福。主耶稣为着阮2月份的寿星，感谢你，因出世就是照你美好的旨意，互因会当伫即个世代。会当受调来成做你的百姓，祝你要祝福因，祝互因会当身躯勇健，灵魂兴盛，互因所做逐项拢会当亨通顺利。伫新的年，力上加力，运上加运，福上加福。因为祈祷拢透到你的面前，无论是为着家己，为着家庭，为着工作。为着囝儿，为着各种的祈祷，愿你拢听因的心所求的，也照因所求的，祝你施恩甘成就。祝愿祝福因，互因会当伫生日的时，充满感谢，充满喜乐，嘛充满感恩。祝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生日快乐！只是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仔所要领受的是伫个以赛亚书43章14节到21节。
以赛亚书43章14节，救赎恁的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安尼讲：因为恁的缘故，我已经找人到巴比伦，搁我要互加勒底人落败前亲像逃走的百姓，拢坐因花花好的船。我是耶和华，恁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是恁的君王。耶和华伫大海中开路，伫大水中开路，互车、马、兵丁、英明的人拢出来。因做一个倒落去，袂过起来，因灭无，亲像火去的火。耶和华安尼讲：恁毋通纪念前的事，也毋通想早时的代志。看，我要做一项新的事，但要发现恁咸毋知吗？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伫山内的走兽要尊重我，山狗甲刀鸟也要安尼，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互沙漠有河，通互我的百姓我所敬的啉。即个百姓是我为着家己所做的，要保养我的名声。即时，咱要请上礼圣歌队来学乐。
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伫旷野开道路，咱要请蔡宗勋牧师。兄弟平安。感谢主吼，今日是万军宣告主日。过去有汪老师来跟咱分享吼。感谢主，咱即几当咱拢有甲迄个去做沙巴的宣告吼，参与这个地选。即马伫即个万军宣告，拢蔡牧师咧负责。蔡牧师应该毋捌来有种讲道吼，头一届吼。伊伫咱高雄吼，应该咱若有咧参加城市的活动，拢会看到吼。伊即摆是伫咱高雄城市吼做足好的即个牧者连结甲城市的连结的工作吼。搁做宣告吼。即个基督丰收教会感谢主伫民族路上帝使用伊，毋但兴起教会搁会当来扩展咱的宣告。搁会当互咱的城市得到转化兴起吼，会早起真欢迎伊来咱中间讲道甲募款请安，咱拍拍欢迎赵牧师。陈牧师牧师娘咱油厂长老教会长老总职姊妹大家平安。平安。真欢喜会当来遮，其实油厂教会会当讲是咱即马咱高雄吼，咱若要办大诶活动吼，油厂教会就是咱诶底，晓毋知影吼？油厂若有参加即个活动，就会成功。去年咱伫个中央公园吼办迄个圣诞嘉年华，对无吼？除了咱油厂教会有摆即个大以外吼，咱其实咱大舞台。所有的节目吼，拢是咱油厂的同工来发乐来主持，吼。即10年吼，其实我对伫建校牧师的边仔，咱伫个即个高福盟吼，为联导会到高福盟吼，服侍吼，其实是建校牧师的身躯边，实在是有真侪学习吼，看伊安怎领导，安怎去做教会，安怎来对即个上帝的国、城市的复兴吼，有一寡的看法吼，互动。其实伫宣教吼，其实足侪教会拢讲爱宣教，爱宣教，但是常常拢是敢若喙讲尔，吼，就无继续吼。但是油厂教会会当讲伫宣教，足早就行伫个头前，吼。甚至我捌听讲恁有迄个少年人去到大陆的东北去宣教，对无？我想讲，你长老教会去大陆宣教，这实在是会当有真角度吼，会看见吼。其实咱伫个即个高福盟内吼，除了有支持万军，咱阁有支持迄个KFI 吼，即个叫做印尼自由协会到印尼，对无吼？常常咱即个油厂教会的少年人吼，诶服务队、宣教队嘛拢行到伫印尼遐，吼，会当讲咱即间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嘛，是真正是圣神伫遮做工，所以我非常的荣幸会当来遮甲大家报告。王老师吼，迄阵第一摆要来遮报告，伊非常的欢喜，你毋知影？伊甲我讲吼，油厂长老教会叫我去呢，伊是外省人，你知无？我讲你讲台语会使无？我讲家己嘛是会通啊。伊做欢喜伊做欢喜会当来遮吼，伊感觉会当即个宣教会当得到长老教会支持是一个真要紧。嘛真侪人咧问我讲，我到底是啥物时阵来参与伫即个万军？我甲万军有啥物款的关系吼？其实我大概拢操动讲吼，其实万军宣教我就是起初一点啦，因为我甲王老师较早吼，我是为武昌教会信主洗礼，尾伫即个民国82年的时阵，甲迄阵满乡牧师出来开拓即个觉民教会、革命教会，即个王老师伊就因兜住伫附近，所以伊就来加入伫革命教会，为做执事会的主席。到民国87年吼，民国87年1998年吼，民国87年。就是革命教会，伊就是又要第一个大楼内面的第4站甲第5站，即讲建堂结束，所以到民国88年的时阵，
王老师的迄阵是接受会嘛，伊讲咱起堂啊起好啊，应该爱来宣告。所以问题是要安怎宣告吼？所以就对着对着即个迄阵一个单位议长吼，就讲咱来大陆来试看卖啊。所以阮就开始派一大团去大陆吼，哪算哪参观哪宣告。你知影吼？你阵吼，你去大陆吼，你讲你要去参观人个教会吼，因迄大陆个迄宗教局个，就派人伫遐等你啊，就规团甲你箍起来，知影？足好咧，带你去参观，去甲你箍起来，你就无法度通啊看到你要看。但是咧，伫个即个过程内面吼，大陆个教会因政府同意个教会吼，叫做三自教会吼，其中有一间教会伫个山个后壁面啊，叫做山后教会原名啦。已经教会到3000个人，吼3000个人吼有一栋楼仔厝吼，非常的大栋，内面有5层。内面全部拢是囡仔，吼！迄阵吼，我拄伊就派我去甲因的即个青年吼，甲因分享嘛，吼！规站哦，逐站拢是人，拢是囡仔，吼！为儿童到即个青年安尼，迄阵就讲奇怪，因大陆毋是袂使甲18岁以下的人传福音嘛？较会即间教会遐济人，因教会内面的即个主日学老师啊。就来甲阮讲吼，阮拢无教材啊，我拢毋知要安教主日学啊。阮的囡仔因的主日学为透早7点开始到下晡5点啊。我想讲，遐尼久长的主日学，你是要安怎教？伊讲无，就抄圣经啊，抄圣经、抄诗歌。较早因拢用迄个乌帮嘛，就抄圣经、抄诗歌安尼对啊。吼，所以迄阵王老师就有一个感动啊，转来了就讲无，咱看要安怎帮助因做主日学。所以伫即个到民国90年的时阵，就开始吼，阮就开始做一个曙光的一个活动吼，叫做吼去帮助因做教会希望工程。阮就是阮就家己编教材，然后去训练即个大陆的教会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安尼，安尼差不多经过3冬吼，阮行过60几个城市到10几个省。无小心就熟悉，迄阵大陆因家庭教会吼，主要的几个带头啊，因就讲吼，因即个中国的教会有一个意向啦，就是讲吼，要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但是毋知影要安怎做啦。就王老师伊就放伫个心内啊，伊就放伫心内，讲无咱来试看卖啊。所以就安尼到即个到2004年是民国93年开始吼。就开始，咱就叫做耶和华万军，迄阵就是定落来讲，咱要向即个回教的国家来传福音，吼所以为中国大陆刷过，就是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到即个即个约旦，到叙利亚，就规个咱讲迄阵看起来就是讲吼，迄种国家吼。咱若听到拢就是拢是恐怖分子种国家，你知无？吼，因为咱台湾人咧看世界吼，拢是为电影看来嘛，对毋对？你若看到胡鬚的包头的迄种恐怖分子，毋是安尼嘛？因为电影拢安尼做的吼。迄阵咱就是讲，就是人回教国家，咱甲伊传福音，问题是谁会晓做？啥物人会晓做？根本都无人会晓做。但是因为就是有一个愿意的心，所以上帝就开始。开路，所以阮就开始为巴基斯坦开始安尼做起来，好所以摊拄啊，咱今仔日甲摊拄啊，要甲大家分享的吼，伫以赛亚书有一个真要紧的物件，其实咱来伫教会久，你来念即句嘛，上帝是旷野开道路，山庙开江河，对毋对？吼其实伊规个经文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因这以赛先知吼，早就知影讲未来因会互掠去伫外口，对毋对？掠去巴比伦。因伫即个外邦，上帝会要做一个新约甲因同在。讲意思是讲，较早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大的新约是啥物新约？摩西过红海，对无？所以因入去伫迦南地建国了后，差不多这400冬，大家讲来讲去拢讲啥？摩西过红海，
就亲像咱即摆来咧讲台湾的宣教，较讲拢讲啥？马雅国啊，毋是吗？咱较讲马雅国嘛，啊台北讲马街嘛，对无？啊马雅国了咧，佫有啥物人？马英九嘛毋是啊，伊毋是宣教师啊，对无？对无？马雅国，咱大家来讲宣教，咱来讲马雅国对无？啊讲马街，问题是，迄一定是150档以前的人啊，200档以前的人啊，即马来咧，无来咧，所以。以赛亚书就是讲，上帝就是甲这以色列人讲以后，你莫去讲过红海即个新约，恁的上帝要做一个新的代志，互恁会当有新的新约会当来甲佢做见证，就是要伫旷野开道路。其实上帝伫古早会当行新约，即马才会当行新约，会吧？你总袂讲哦，上帝伫古早伊较少年，所以伊新约较济。伊即马经过5000年啊，较了啊，新约较少啊。伊敢安尼讲，无可能啊！上帝是过去、即马到永远拢无变啊。所以伊过去会行新约，即马嘛是会行新约。过去会带以色列人过红海，上帝咪当做新的代志，互因伫旷野有路通好行。上帝过去会当带马雅国。为英国来到咱台湾，上帝嘛会当为台湾差派新的人到其他各国去传福音，对毋对？因为咱的上帝是做新的代志的上帝，所以开路即个物件，你知影开路爱开足侪钱无？开路爱开足侪钱无？开路够足简单嘞。我做大楼的主委，我的住家大楼的主委的时阵吼，迄干那要为地下迄个我咧车道吼，要爬起来吼，迄个斜坡吼，久啊车高了虎语吼，干那要铺即个顶铺即个柏油路吼，点啊加对不对吼？安尼一段安尼报价15万，你毋知啊？我惊一下讲哇塞，若要开一条，像咱头前。即条军校路安尼，若要顶铺，毋知开咧几百万呢。所以开路无遐简单啊，但是开路有要紧无？阮迄阵吼，伫大陆咧走的时阵吼，就见证大陆为做善到开始兴起吼。迄阵因安怎来变因的经济呢？开路做侪迄庄脚的所在吼，因的政府想办法去开路啊，所以因有一个口号叫做吼。要想富，先开路。要好个来先开路，借钱来开路，收钱来行即个开路的事。所以因为你路若开落吼，人就会入来，对无？你的物件就袂出去，你的土地的介绍就会起悬，对不对？所以这开路有真大的经济的即个的效应吼，会当促进咱地方的发展。问题是因为开路真开足侪钱啊！我请问你诶，总讲你若是尼泊尔迄种政府，也是伊拉克的政府，你会安怎开路？即种国家足善的啊！恁捌去尼泊尔过无？你毋捌去尼泊尔？阮尼泊尔有20几间教会，3个城市，大部分人入去为加德满都，迄是因的首都，对毋对？你就知影一般首都的机场出来，迄路一定拢足水的，对无？你就知影尼泊尔机场一出来，迄路，迄安稳土，你点仔加多，甲它铺中尔，剩咧2边拢落高梅啊！你知无？我靠，拢铺路安尼，因兜足善啊，足善啊！我问你诶，总讲你若是等于到40年前诶高雄市，你做高雄市长，请问你若开路，你会安怎开？等于40年前，你若做高雄市长。你若要开路，你会安怎开？你会安怎开？你要安怎开路？重要的所在吼，你较刁滴啦，所以你袂做高雄市长。你要开路，当然为阮兜边仔的土地开过啊，靠我讲的开别人的路，对无？对毋对？我若看阮兜的地伫倒，我着为边仔甲开好过，阮兜的地就会10倍起来，对无？
啥物重要的所在，开阮兜较要紧。这就是这是现实啊，无白骗啊，现实啦。但是你敢知安怎？阮伫盟军内面吼，阮拄仔有两个国家，迄阵10年前啊，王老师有买地，一个就是买伫尼泊尔，一个买伫伊拉克，吼。迄阵买地吼，又像这尼泊尔地吼，是买伫咧期望，迄拄仔野生动物园的保育区内面啊。你买种，你是要到底你是要创啥物货？迄阵买尼泊尔地嘛，足大地哦。迄阵足俗啊，王老师就先甲买起来啊。买起来了就10年放伫遐，吼，10年放伫遐，到前年啊，突然间即块地吼，去变做啥物货咧？变做迄个都市吼从化的地啊，所以变建地，变建地啊。而且佮重点是安怎？政府开一条路为阮边仔的路过，佮是高速公路。所以讲，迄块地介绍突然间怎啊起来了，毋知影？怎啊起来？吼，然后呢，伊拉克嘛是，伊拉克20年前，王老师嘛是买一块22公顷的地啊，迄块地非常的大，22公顷啊。问题是买伫这种所在，你是要饲啥？你若讲像尼泊尔迄野生动物园吼，像无你嘛饲一寡野生动物，啊，这拢煞无，你是要饲啥物人啊？你毋知影？啊，重点嘛是无路通去过啊，吼！啊，但是我这个地吼，全部拢是合法的哦。吼，最近王老师一直要找人去开发，希望有人会晓开发土地22公顷啊。吼，但是伫去年啊，突然间，咱的地边啊，一条路开过来，你想会出来吗？咱就想拢无较奇怪，咱迄都毋是迄种足要紧的所在，为什么会开路来咧？所以我相信一件事，这就是上帝做的工，因为这上帝要互咱成做咱宣教的产业，上帝要互咱的宣教做会出来，所以上帝甲咱开路，真正所以伫旷野开道路，这毋是圣经内面，敢若用乌白讲的，迄是现主是咱真正经历的。其实伫盟军的这个宣教的过程内面，到即嘛吼。咱经过20冬超过，吼，伫遮尔济国家，咱拢建立咱的基地。我来讲，无一项是真正咱计划做出来。本来我讲，咱本来刚开始的时阵吼，王老师是讲，即个回教国家15国，对毋对？吼，所以咱第一个登陆的国家叫做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你捌去过无？毋捌去过吼。阮2005年，吼，民国94年，阮就伫巴基斯坦，伫咧首都伊斯兰马巴德的北边，吼，搁山顶搁起哩吼，搁起哩的所在有一个都市叫做阿巴达贝，伫咧遐建立阮的基地。阿巴达贝足歹念的，对毋对？我念20几摆才念会出来，真正。因为不要宾拉登伫对迄个美国美军甲拍死的，就是阿巴达贝。嘛是2005年，宾拉登嘛走入去遐秘起来，离阮的基地拄啊2条街仔尔，街仔路尔，系啊，所以是真要紧的一个所在。所以阮就伫遐建立基地，建立基地，阮就开始要做工啊，头仔讲，咱到这边啊，工是要安怎做咧？咱来啊，对毋对？问题是这个所在都从来无人捌来过，嘛无人会晓讲这乌都语，因的话叫做乌都语。这要安怎做工呢？所以迄阵，阮就去祈祷，迄阵一寡牧师、地牧师啦，吼，台中的杜牧师啊，小长小牧师去祈祷，祈祷了吼，讲因着祈祷吼，讲让上帝吼、上帝吼大大震动这个土地，结果9月祈祷，10月就地动啊，克什米尔大地动，哦，这真严重。阮的基地离克什米尔这个所在拄啊1点钟，塞车拄1点钟，所以地动了后，阮的盟军的宣教师就过去到这个灾区的去救灾啊。所以那巴基斯坦人拢想无讲，这国际的救援队啊3天了开来，恁这阵人是为对走来啊，是吧？所以就安尼开始，伫巴基斯坦的曙光就开始因
因为因学校倒去，老师走去，所以因这庄内迄大胡子的长老吼，点知因这种回教的国家吼，迄长老的官兵是足大个呢，真正嘞。你要族人若要出去做工课，无长老点头袂使。外口的人要入去庄头内面要做啥物代志，无长老点头袂使呢。所以迄长老家己来找阮，讲你来甲阮教英语好毋好？来，阮的学校拢捌啊嘛，请阮的人去甲因教。尾啊，伫遐佮开即个啥？迄个裁纺织工厂，互因遐妇女有头路通去做。你想会出来吗？想袂出来。啊，为巴基斯坦吼，因为巴基斯坦有一个所在，拄啊伫咧印度的边啊，迄个拉合尔啊、拉霍啊，所以迄阵王老师就讲无，咱为拉合尔吼来印度看卖，因为对过吼，就是伫印度就是迄个达赖喇嘛的政府啊，吼达赖喇嘛就是密宗嘛，吼啊因为密宗足侪台湾人嘛，拢信密宗啊，啊所以王老师就讲咱来去密宗遐吼，咱家己遐甲一个基地甲拆咧吼，逐工来祈祷互伊，互密宗吼，即个破败安就对啦。结果印度的政府甲中国政府无好，无爱互阮大陆的同工，干那互咱台湾人。所以我讲吼，咱台湾人袂歹，行到底拢会通灵怎样？真诶呢，我甲去也门吼，也门因为也门的建设拢是中国政府甲建设的，所以伊对着中国人足好啊。所以就看到咱即个面呢，你若讲钱啊，伊就甲你拥抱讲 good 啊。啊，你去印度吼，印度钱啊无好，你就讲我台湾好，哎，我行到底拢会通，哎，你要知影吼，这真正是在做讲，这个时代就是咱来宣教的时代，对毋对？行到底咱拢会通啊，哦，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本来要去要去这个印度，啊，总啊讲还袂通，到尾啊讲哎。佮爬佮起哩吼，有一个所在叫做卢比尼，迄就是佛祖出世的所在啊。卢比尼啊，哦，听了我阁愈欢喜，无咱来佛祖出世的所在甲祈祷，对毋对？来甲破除，因为佛教是捆绑咱台湾人足深的嘛，吼，所以阮就去卢比尼，所以迄个尼泊尔的曙光就安尼开始起来。因为为着要卢比尼，只好去加德满都，期望卢比尼。即摆卢比尼有6间教会，伫咱遐有6间教会，嘿，啊，咱伫迄个佛祖出世的圣园的边仔，咱有一间饭店，咱一定营10几栋啊，饭店，嘿，啊，间饭店真要紧，你若有机会吼，会使来去住阮的饭店，然后去圣园遐吼绕行祷告，嘿。吼，就是上帝当领你上袂到的。啊，咱旧年建校牧师有甲牧师娘搁一寡同工去沙巴，对毋对？吼，啊，本来沙巴都毋是咱万军的要去做的物件，啊，就是有一工，啊，即个王老师啊，吼，讲我地牧师邀请去台东参加一个啥物回家聚会啦，啊，即个回家聚会足侪即个沙巴的牧师，因即个马来西亚的牧师来嘛，啊，在咧讲，啊，尾也讲无就请王老师来沙巴一下，看要安怎做伙来做原住民山顶原住民的事工，所以王老师安尼去，啊去了，才发现到有一群人叫做啥物人呢？巴瑶族，叫做巴瑶族。啊，其实你伫马来西亚吼，马来西亚你华人的教会吼。去做原住民的事工袂要紧，但是因袂使去做巴瑶族，因为巴瑶族迄边呢是回教徒。虽然马来西亚政府无承认伊，但是伊嘛无爱互外口人去插伊，所以马来西亚的教会袂当插迄群人，所以群人家来当自生自灭俩。所以王老师因为万军的一个精神，就是讲万军要做的所在，就是迄种上艰苦的、上硬斗的。上少人去的所在，万军较要去，所以王老师他看到这阵巴瑶族人，伊就讲，咱就是伊的这个机会，所以就开始伫这个2023年，112年开始做这个沙巴的事工。所有事工拢是安尼一路做，但是我甲你讲，你敢若看到我这画图吼，
为巴基斯坦去到也门，也门拄内战，内战当刚就走去吉布地，吉布地这个走去伊索比亚，伊索比亚走去南苏丹，南苏丹这个走去乌干达，即摆伫乌干达迄个南苏丹难民营，阮万军的宣教师伫南苏丹开拓教会，结果拄着内战，阮无走，怎变成难民，做伙走去乌干达的难民营。所以即马伫即个乌干达的难民营内面，有200间的教会，搁伫遐开新学院，造就刚果、乌干达、伊索比亚迄边、南苏丹迄边的人。这就是上帝给咱开路啊，给咱开路啊！总是你想看咩啊？遮尔大个事工，敢要开钱？爱开偌济钱？遮济钱！但是王老师从来无咧为钱烦恼。大概我若咧甲伊咧伫遐咧讲代志时我若听伊讲咧，我头壳都拢摸会笑咧，我大概来甲伊沟通讲，我头壳足上诶，对毋对？大家拢讲钱是所有诶代志上无要紧诶，所有要紧诶代志咧内面上无要紧诶，上要紧诶是啥物货？你毋知？人宣教爱有人，宣教无人是免来做工，爱有人，人上要紧。有人就有事工，对毋对？但是以咱台湾人来讲，咱无迄种将咱的兄弟姊妹、将咱的囡仔派去到外国，尤其是迄种较艰难、较艰苦的外国，咱毋甘。你想看觅啊？总讲你若是即个160年前，马雅国的老母，你若是马雅国的老母，恁囝讲我要去台湾，要去 China。你会安怎讲？你会讲好去，你甲扒落搞死囡仔，又毋知喺啥物所在，对毋对？你好啊，医生毋做，你走去迄个所在，对毋对？你一定爱甲骂嘛，对无？但是过去的宣教师就是安尼啊，上帝互因感动，因就来啊，因来了，教会就对咧来啊。所以这20几冬来上帝互万军真济真好兄弟姊妹。常常拢毋是教会派出来，是因为伊有感动，因就来。因来了，教会就对入来，所以真侪感动要安怎看去，就是你要有看去较有感动啊，有看去较有感动啊。所以你若咱毋茫讲，咱的教会未来，咱的囡仔，咱的少年人，若愿意为主来做宣教师，咱来欢喜。加支持，因为这是真要紧的代志，这嘛是上帝要祝福咱的代志。除了人以外，咱伫万军内面有时啊讲我宣教若处理若袂管事要安怎？伫万军内面会当有除了有即种短期的、即种的即个服务队以外，会当有2当为主当兵，为主当兵啦。你来讲我短期，我就来2当安尼，2当了后，你万军是安尼啦。王老师就讲咱宣教毋是拍契约的啦，宣教是咱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你会当甲上帝祈祷，上帝若感动你继续留落来，万军拢欢迎你。上帝若感动你讲好来，时间会使等于对服侍，你就去嘛袂要紧。所以万军伫全世界的同工。拢无拍契约，全部拢是因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因咧做事工，真正拢毋惊死的呢。你要知影，阮伫咧迄个乌干达，阮的主任是一个真奇教会出来的一个姊妹尔，迄新冠都150尔。伊的护照迄个叛军叛军抢去，伊个我做为叛军会抢倒转来。伊讲皮包互你抢袂要紧，护照袂使。对方佫也穿啦，伊讲无你惊伊，对毋对？甲抢倒转来，我讲你较会遮勇敢呢，你知无？因为迄是伊甲上帝的关系。第二，你若是讲现主是咱无法度航派人，咱会当伫钱额顶面来赞助。其实你敢若看咱遮的事工，迄
迄每一个月开的钱多真济，但是这20当来，因为上帝的供应，因为正教会听堂，所以万军伫钱价顶面，有人写是较暗，但是总是无欠缺，总是咱是希望咱的事工会当久长，因为即种咱咧做的即种的所在尤其这回教的国家，毋是像咱咧做幸福小组，讲10个礼拜就会当收歌，无，迄种国家，我前年带几个牧师去沙巴，然后甲6个这巴瑶族的祖囡仔洗礼了转去，因欢喜，就甲伊的小妹讲，伊的小妹就去斗，哇，就用讲甲无力哩，6个拢用迫害，足严重，咱咧想袂到的，咱只信耶稣。就算讲你的爸母无爱你信上帝嘛，甲你骂尔，对毋对？骂了嘛是等下个食饭的时阵无啦，即无拜过，你先起食对无？拢会安尼，但是因伫会告诉甲毋是安尼啊，真正会甲你讲好死啊！所以咱的传福音是真困难，但是伊真善良啊！你若无上帝福音伫因内面，因即个民族就永远伫咧善良内面，就无法度通去讨棒嘛，无法度通去反转，所以咱是伊的机会。所以咱即马伫即个沙巴有2个城市，一个就是伫雅庇，一个伫旧年伫三打根。即马即2个所在加起来超过1000个学生啊，咱咧服侍，那迄个牧师娘甲我讲咱油厂希望今年本来讲5月，也是讲7月，7月会当来出队，会当来出队。我就想讲，因为7月足侪人要出队，我想讲咱油厂会当来出来去三打根。目前三打根遐迄个所在无通啊佚佗啦，无像雅庇，佫会当有一工出去外岛佚佗，嘛较繁华。雅庇、三打根迄较浓所以较无通啊佚佗。目前三打根遐，我敢若开放高雄林良堂的团队去尔，所以因为迄边遐有一定有600几个，而且遐妇女足渴慕人来上课，所以我咧想讲若开放第2队较成熟的教会就是油厂教会会当为三打根来，但是出去的队就无通啊佚佗，就是真正去服侍了转来安尼，这应该是会使啦咱油厂教会。应该是无遮爱佚佗啦因为咱是要做工其实咱即马敢若伫即个沙巴每个月都爱有2万块的开销，因为咱饲20几个老师，1000几个囡仔，所以有2万块美金毋是2万块台币，2万块美金的开销，所以就爱60万。所以讲，你若是愿意真5万讲按照一张即个小蜡烛就是就是讲你若是愿意用信用卡支持每个月靠1000块来支持万军的事工，1000块即马伫咱遮要食一个白费都无够啊，但是伫起来沙巴会当做真大的事工，所以望咱会当来做伙来支持，敢好？做伙来做即个事工，因为迄个巴瑶族有100万人，你也知影，你若去过，你就知影讲，哎哟，迄尤其伫雅庇一边是21世纪繁华的世界，过行路了即片阿鸟的，实在是搁到19世纪繁华拢是梦，真正其实因嘛知因足艰苦，其实无人会当帮助伊。所以我常常讲，咱台湾的宣教队就是因的机会，互因有机会去认捌着世界，学中文，会当认捌耶稣。这个族群就有可能会当来这个反转，会当来改变。我请迄个东港是不是会使甲我搁放一个这个YouTube 好无？即马这页YouTube 可以吗？这是这个旧年10月
高雄林安堂因去散打跟因服务队，因赶紧所加的底片，互大家当看一下，好无？一只停，一只停，一只停，一只停一下，对，好，这间房间，是伫旧年4月开始，就是第三大根，我称这个村庄叫幸福村，内面一个妈妈伊的厝，伊就是讲伊希望因的下一代唔通搁再散乡，所以就是邀请阮来做伙来做因的事工，一开始就是用因兜。安尼个房间，你毋知影客偌济人，100个囡仔。我旧年5月下旬叫我甲因讲故事，我干那徛伫遐，我都用要昏去。100个囡仔客伫咧遮尔矮个所在，你毋知影？因足渴慕，尾啊到7月时，因迄个沙巴的这国安单位就走来遮，就讲来禁止，不准伫遮上课。所以这个点就怎无去。但是尾啊，阮就线去山来守卫点，安尼，好来继续。好，请停一下，好，你注意看这个点是毋是足水对不对？足水。伫旧年阮的这个主任 Brandon 的偶然间去熟悉。因马来西亚因沙巴一个国会议员，一个议员啊，迄个议员伊就感觉讲，会使帮助即阵甲散乡的人，所以伊就将因迄里的即个活动中心免钱借互咱，活动中心，然后一开始个囡仔就200个，敢若伫即个点就200个，我旧年我比如10月搁去的时阵，因就咧甲我讲，会使增加到300个。我讲300个，敢若便所就困难啊！敢若2间便所300个囡仔要安怎便所？要食饭要安怎食饭？但是遐个需求真大，真正真大。来继续来。新开发的点伫个山内几下会庄，不止少年人会当去，你若是有会当教他们的一寡特别的即个技术，嘛会当去遐甲因服务。最后阮万军的同工，请举手，今仔日来。阮后一透早嘛伫外口有摆即个尼泊尔的咖啡、刚果的咖啡，伊索比亚的咖啡，阁有巴基斯坦的迄个迄种羊绒的围巾，即摆今仔天气足冷，迄你若走去迄个杜拜机场，迄一条拢足贵，所以你若是愿意来支持，也请大家会当。利用时间来买阮的即个产品来支持宣教，好唔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感谢主。回应诗536首，咱请起立来吟全首。天
师。兄弟姊妹，天顶大开恩典的门，咱看见这个宣教的门，无论是伫非洲、伫中东的所在，甚至伫东南亚的所在，有足侪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所在人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已经开恩典的门，什么人愿意会当来回应伊的呼召？而且咱也为着咱家己祈祷，互咱会当也有份伫即款的宣教，会当将耶稣基督的救恩传到遐个也个毋捌伊的人，互遐个人也会当得到救恩，也会当得到恩典，互因会当得到翻转。兄弟姊妹，咱为着万军的宣教祈祷，也毋忘咱也会当为着因奉献，咱也会当来参与，互咱教会今年也会当有宣教队会当参与伫即款的服侍。咱也为着咱的教会两点的肢体，咱奉主的名为因祈祷，互因的一切艰苦，靠着耶稣基督十字架恩典会当得到医好。而且咱也为着咱后礼拜的好会当顺遂召开。侍奉者免的参会，也会当搁一遍将家己献予主，欢喜来服侍主。咱所关心的事，咱祈祷的事项，咱用信心来到主的施恩座前来向伊拜列。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现在最后所感谢你，你为着阮开恩典的门，互阮会当进入。主啊，伫你的救恩的内底，主啊，阮家己得着。主啊，这个十字架经也要照伫遐黑暗中的百姓。主啊，伫世界有真侪人也毋明白你，撒旦魔鬼捆绑因，互因的目睭得到抓壳，互因的心思得到捆绑，互因有真侪遮的，无论是对偶像来捆绑，主啊，对人本主义来捆绑。主啊，阮知影这拢需要你十字架光来照因。主啊，阮会当食做这个小小的光，小小蜡烛，也会当照伫黑暗中的百姓，互因会当看见大光。主啊，伫心的地，主啊有光通照因。主啊，所求你帮助万军的宣教，互因拢得到交业，互因会当有奉献，有人带导，有人欢喜来参与。主啊，祝义中教会今年也会当宣教队的参与。主啊，所求你施恩，主阮也将兄弟联络的。主啊，求你万能的手因的身躯顶做一切工作。主啊，你受鞭炮得到医好，你担当刑罚互因得到平安。主啊，一切这病痛你归因的身躯顶。主啊，这个联络你归因的身躯顶。主啊，阮来到你的面前，阮任何有甚么款的祈祷，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一切拢要得到成就。十字架的恩典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想所求的。最后说，阮后礼拜好会免的参会，求你拢带领，求你拢施恩，祝福你的生活。伫今年头前所查的表，阮努力来跑走，主啊，互阮会当完成你所交托的使命。主啊，互阮会当得到你的儿女好搁真中的乐幕。最后说，感谢你，儿女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请坐。这是咱要来奉献，咱二周部内底有今仔日万军宣教的奉献录啊，咱兄弟会当。这咱有这个奉献地吼，搁另外一个小蜡烛的林用单，假使你若愿意用信用卡，逐个月拢会当有一单位、两单位的这个关怀，真欢迎咱会当长期来支持这个宣教事工，实在是上帝开路。看起来是无可能的，但伫上帝减有恶食的事，感谢主，互咱教会，咱也会当斗斗，会当伫宣教的这个路顶面来满足上帝的心意。
日来金奉献诗。天父，阮的上帝，伫你所赐的稳定当中，阮诚做你的儿女。愿阮众兄弟所献的，会当诚做你开道路的祝福。感谢主，听阮众兄弟谦卑恳求的祈祷。阿门。阿门。祝福车恳391首。咱三角额头来领受上帝祝福，愿耶和华赐互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赐恩互你；愿耶和华向你来扬脸，守顺你平安。阿门。阿门。即咱老啉咖啡的吼，正好难得的机会吼，会当透过买咖啡，嘛会当支持万军的宣告。